嗱，咁喺廣州咧，恩寧路177號咧，你就會揾到廣東八和會館嘅地址啦。嗱，呢度就係177號啦。大家睇下呢個招牌，廣東八和會館。門口有一對對聯嘅，大家睇下呢對對聯：八音八表高奏聲平調，和樂和衷同謳盛世歌。喺八和會館嘅大門咧，大家依然可以見得到咧。以前咧，我哋廣州咧經常會見到嘅大門，個大門非常之有特色嘅嚇。咁啊，大家記起黃飛鴻時代啦嚇。咁啊，八和會館嘅大門咧，依然咧保留到咧係當年嘅特色嚟嘅。咁我而家帶大家入去參觀下廣東嘅八和會館。廣東八和會館嘅簡介啦，呢篇文章咧寫咗啦嚇，咩叫八和啦？佢話八和會館歷史上係粵劇藝人嘅行會嚇。咁啊，八和會館有兩個含義，一個就係八和有8個堂啊，即係慎和堂、永和堂、生和堂、兆和堂等等，咁啊叫八和。咁啊，另外一個意思當然咧就係指八方和合、團結一心嘅意思啦。嗱，掛喺呢一個嘅八和會館嘅門口嘅呢張畫咧，大家好容易一行過就不了了之。但係呢幅畫好緊要啊！呢幅畫叫做《藝壇三傑》。咁1942年嘅時間咧，咁咧就梅蘭芳先生咧就留鬚啊，就證明咧佢咧就唔會再演女角啦。當時咧就同啊薛覺先先生咧，同埋咧係呢一位鄧松森先生3位咧，就一人畫一種樹木啊，叫歲寒三友。咁啊，一個就畫松，一個畫竹，一個畫梅。咁啊，以示咧係嗰種高傲嘅性格咧，係唔會咧係折服做漢奸咧，係幫日本仔嘅啊。咁所以呢幅畫咧非常之經典。所以最重要咧，大家睇下最尾嗰行字啦。梅蘭芳識於香江，係3位嘅人士咧，係喺香港畫呢幅畫嘅。幾位嘅宗師咧一齊畫呢幅畫咧，係好值得紀念嘅。因為恩寧路177號嘅會址咧，喺1946年嘅時間咧係所建成嘅。咁啊，當時咧選出咧薛覺先啦、馬師曾啦、關德興啦，仲有廖合懷啦、白玉堂啦等等咧，係作為呢個新嘅理事嘅。咁啊，稱之為叫廣東省嘅八和粵劇協進會啦。咁我坐呢個位置嘅後邊咧，大家見到咧呢啲照片咧，都係咧喺過去咧歷史上邊咧係粵劇嘅老倌咧係難得嘅照片嚟嘅。咁我喺呢度咧係同大家逐一介紹一下。咁啊，坐正喺我後邊嘅呢位咧，大家咧一睇咧，大家知道佢就係薛覺先先生啦。咁啊，薛覺先先生咧，我細個嘅時候咧，第一隻嘅粵曲咧就係聽佢噶啦，就係《麥路燒郎》啊嚇。咁啊，佢同咧上海妹即係邊位咧？即係半日安先生嘅太太咧合唱嘅。咁啊，薛覺先先生咧同馬師曾兩位咧，當時咧就一時瑜亮啦。咁啊，薛覺先生不但止咧係可以咧係男裝嘅打扮啊演出咧，女裝咧佢都一樣係得嘅。咁啊，所以嗰陣時咧可以話係咧非常之有才華嘅。咁啊，馬師曾先生一樣咧係男女都可以扮得嘅。咁啊，所以佢哋嘅才華唔簡單。嗱，呢位咧大家咧特別係香港嘅朋友咧就特別要留意啦。呢位咧就叫桂明陽啊。咁啊，桂明陽可能你咧香港嘅粵劇嘅朋友好多可能都未聽過喎。但係如果我講另一個人，你肯定就聽過啦。桂明陽先生咧就係任劍輝小姐嘅師傅嚟嘅嚇，其中一位最重要影響佢嘅師傅。咁啊，大家第一次可以見到咧桂明陽先生咧佢嘅樣貌啦嚇。咁啊喺呢度咧，大家可以見到咧好多以前早期嘅粵劇老倌，包括咗白玉堂先生啦、白駒榮先生啦。咁啊，白駒榮先生大家咧一講嘅時候，咁啊大家可能都年青嘅一輩都唔識喎。但係我講另一個人咧，你又會知道啦。嗱，白駒榮先生咧就係咧白雪仙小姐嘅父親啊。咁啊，白駒榮先生咧喺晚年嘅時間咧，佢咧隻眼咧就係唔舒服咧，係睇唔到嘢。但係咧佢依然係上台演出喎。咁所以咧觀眾咧係知道係盲㗎，但係咧佢可以咧演出嚟嘅時間咧，照樣一樣做戲啊，照樣行台步，嗰啲位全部都唔會咧係行錯嘅。咁所以咧係非常之難得嘅嚇。咁大家再睇呢一度咧，就係大家熟悉㗎啦，任劍輝、白雪仙。
嗱，呢張照片咧，大家睇嘅時間咧，可能就認唔出呢一位咧年青人係邊位，但係睇深啲咧，馬上就講得出啦。就係阿波叔梁醒波年青嘅時間佢嘅樣貌。咁佢由新加坡咧嚟咗香港之後咧，就一路咧係扶搖直上，佢嘅演藝事業咧就一路咧係非常之成功。呢一位靚次伯，大家咧都認識啦嚇。靚次伯咧，我後生嘅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咧，就仲追得切睇到靚次伯咧係晚年咧好多好好嘅功架嚇。大家呢度睇到呢個照片，長哥同個黃金愛仲有陳錦棠先生陳錦棠先生咧，佢係大家睇粵殘片嘅時間，即係就睇到佢好似都唔係好重要做通常係做武生啦。但係其實佢咧係長時間咧係同唐滌生先生合作，係唐滌生先生身邊最好嘅朋友嚟嘅，所以寫咗好多嘅好戲咧俾陳錦棠先生演嘅。呢度全部何非凡先生大家就熟啦范哥。何非凡先生我有個淵源嘅，佢咧過咗世之後咧，我有一次我去睇風水咧，見到一間屋裏邊咧，我係睇到咧范哥嗰個嘅牌位，原來嗰間屋咧就係以前佢喺度住嘅，嗰個地方係咩咧？窩打老道山。大家認到啦，呢位咧就係年青時代嘅陳笑風先生啦，係唱《三百林鐘》咧最出名啦。今日我又得到大哥峰嚟做我哋個顧問喎，所以咧大家就睇下大哥峰咧，而家依然係風采依然係非常之健壯嘅。呢度咧就係所有嘅老官啦，好多咧都係喺廣州或者大陸方面嘅老官，香港嘅觀眾咧就可能係少認識啲，但係咧喺過去嘅歷史裏邊咧，佢哋都為咧係粵劇嘅文化咧係做咗好多嘅工作，令人咧非常之懷念嘅。呢條樓梯都係古董嚟嘅喎，呢條樓梯應該咧就大概係建於1946年咧之後咧再翻新。呢種嘅木料咧同埋呢種嘅圖案嘅設計咧都係非常之有心思嘅。呢度門咧幾有特色嗱，呢個咧貔貅同獅子嘅頭嚟嘅嚇。當你開呢度嘅時候咧，係打開。大家睇下呢幅嘅字畫咧，就係1963年啊，係馬師曾所寫嘅，就係佢寫俾咧係羅家寶啊。羅家寶咧就決定係要畫鍾馗像咧100幅，所以咧請馬師曾先生咧就去題字嘅。呢個咧就係廣東八和會館嘅題字，就係由著名嘅粵劇嘅紅伶羅品超先生所題字嘅，非常之係俊秀莊嚴。好啦，而家我哋就睇下呢一張羅家寶先生所畫嘅所謂鍾馗嘅像啦。頭先我哋講咗畫佢決定要畫100張嘅鍾馗。大家睇下羅家寶先生呢幅鍾馗像叫劍氣衝霄文光射斗。呢幅畫咧，大家睇到落嚟咧就係一幅咧牡丹花嘅畫。你以為係一幅普通嘅牡丹花嘅畫咩？唔係啊，因為呢幅畫咧係方艷芬小姐畫嘅。大家睇下方艷芬小姐咧，並且題字同畫呢個牡丹花嘅畫，係喺2003年嘅時候咧，就係送嚟呢一個廣東八和會館嘅。所以呢幅畫咧係非常之珍貴。大家睇下咧，方艷芬小姐咧畫畫嘅工筆啦，非常之唔簡單噃。好啦，當我哋行上嚟呢個八和會館嘅時間咧，見到咧天台前面呢個位置咧，非常之有好多豐盛嘅文化嘅遺留落嚟嘅特色嘅。大家睇下呢一張嘅台咧，好靚嘅一個古董嘅台嚟嘅。當然大家一見到呢幅畫，係好特別。呢幅就係乜嘢咧？就係我哋叫做八仙嘅雕塑，係代表叫八吉祥。八仙每個人手上面咧揸住一個吉祥物嘅。大家見到呢一個有扇啦，有劍啦，有簫啦，有葫蘆等等。呢個當然八仙嘅八寶咧，就係代表亦係同八和咧係構上關係啦。呢個雕塑咧非常之有咧係藝術嘅價值嘅。
大家又睇下樓上呢一個嘅禪棚啦。嗱，每一個嘅圖案都記錄咗我哋中國嘅古文化裏邊嘅特色嘅。就算好簡單嘅一幅圖裏邊，大家都睇到佢嘅圖案係與別不同。呢啲全部都係我哋中國古文化裏邊所遺留落嚟嘅珍貴嘅圖案嚟。咁所以嚟到八和會館呢，我哋好似重溫一個我哋中國古文化咧呢個吉祥符可學啦。八表八音齊吹南國紅豆，和衷和樂共浴曲苑奇葩。咁喺八和會館裏邊咧，不斷咧都係要強調八和嘅子弟咧係一定要和衷共濟啦，大家一齊咧係發揮呢個傳統嘅藝術，一定要大家咧係和衷共濟合作嚇，唔好靠咁多是是非非啦。咁大家一定咧互相欣賞，咁先可以將呢個藝術咧係發展得好嘅。嗱，咁呢個地方呢，就係八和裏邊嘅其中一和，即係其中一個堂嘅名稱。咁呢個堂係代表咩呢？就代表龍虎武師。大家知道以前我哋做粵劇嘅時候咁一定要好多個龍虎武師幫手啊。咁所以咧，佢哋咧就係呢個堂嘅特色咧，就係咩咧？就係嗰啲龍虎武師喺度嘅。咁所以大家就見到阿蚊叔亦係見到而家咧一啲照片喺度啦。見到咧全部咧就係呢個電影粵劇界或者以前大家所認識嘅全部咧嗰啲武打明星嘅照片啦。呢度咧大家見到呢個就係無人莊啦，最有紀念性嘅無人莊。呢個無人莊咧就係喺呢度練功噶啦。